或者熱人咧食電較凶，毋過煞來發生意外。這是台電公司佇咧雲林麥寮的風力發電機組，昨昏中晝的時呢，有一台風車是熊安尼導火燒，一直到暗時才拍花。經濟部表示講，為着確保這再生能源的供電的安全，會要求業者來加強檢視同類型，而且用正10檔的這個風力發電機組，另外也會加強風災的應變措施。風機唔知影什麼原因起火咧燒，地書煙一直衝出來。5月31日中晝時啊，佇雲林麥寮三聖保安林地綠葉風場風力發電機組發生火災，一直到暗時7點多，火才化去。附近的居民煩惱會受到影響。要買煩惱，較袂煩惱。迄厝機啊，伊種好好誒，你無在好好處理。省會小管呀。有啦。那台灣未來的這種再生能源越來越多，這種危險性是會越來越高，所以我們會第一時間來到現場，就是關心這裡未來我們現在只是燒1支，未來剩下24支會怎麼樣？因為風機的起火點離地面有70米懸，消防人員趕到現場了後，嘛簡單會當戒備，無法度拍火，這引起在地民眾的煩惱。對此，經濟部能源局強調，台電也在理清起火的原因，不過已經要求因愛加強運轉管理加巡檢。針對這個案子的話，能源署的話，基於的所謂的電業的主管機關的部分的話，我們會來強化相關陸域風電的災防應變能力。那包含它平常的一些運轉的一些管理的一些方式的部分，那同時如果有相關的災害，會來做一些通報跟相關的一些應變的部分。這屆起火的是麥寮風力發電17號機組，是2010-5月27開始商轉。原本整體有23支風機，部分機組已經陸續淘汰。能源署表示，會要求各電業針對同類型一定年限以上的機組加強管理甲巡檢，閣來甲消防署進一步討論，針對風機若發生火燒的事件時，會當有更較完整的通報程序甲處理，以確保再生能源的供電安全。記者綜合報道。